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茶花无话无刺，茶花舍去，我无捡起来泡茶。随在因落落涂骹花去，每年因阁翻新，选起你树话。天开归身，百叶的白衣裳，做伊点点啊开，点点啊水。伊无教言语，加喙舌是加薄，颠倒是人教话，教话嘛顾花怨。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38集，欣赏的是嘉义的萧定春老师所带来《茶花无话无刺》。顺利去，咱邀请萧定春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佮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意。阮兜种10几丛的茶花。伫后壁门遐一丛较大丛，若要往年进前，几丛白白白，密密密，百叶的，差不多手碟啊，遮大粒，遮大蕊。我逐当敢若看伊迄个花天开，规个拢白白白时，过来就是开始练，练个雕花。练甲风大来，才会落落涂骹。真侪人拢若过年迄阵若来，真正拢会走去看迄丛，所以我就挑工家写一个茶花。嘉义有一个老医生，王永照老医生，足爱迄丛来，大概拢要去看，所以我就甲写一个讲茶花舍去。颠倒较侪人注意茶花开，较少人注意花舍去。茶花舍去。我无捡起来泡茶，有人讲迄只无差，迄摕咧，用打起来使啦，你开也使，摕起泡咧，讲泡茶足芳诶。我就无用无讲啦，无迄用讲，那实在伊自然就好。所以讲实在因落落涂骹花去嘛会使，花去嘛会使。每年因阁翻新，我这用拟人化，就是甲茶花变做人。每年因阁翻新，本来是个落去涂骹花去，就是变做肥啊嘛。结果这肥阁对根阁爬去树仔顶，所以讲每年因阁翻新，选起你树话，嘛是一种循环的概念。天开归身，百叶的白衣裳，做伊点点啊开，点点啊水。伊无教言语，加喙舌。是家暴，颠倒是人教的。人甲茶花来比，伊甲点点开尔，颠倒人来拢袂好，讲这里较水，迄里较水，遮颠倒带咧讲东讲西，颠倒是人教的，教的嘛顾花园，我用顾人园，甲改做顾花园，还用这转化的手法啦吼。扣拾、扣囡仔，较早散步啊，就是专门咧扣囡仔。
捡囡仔的捡，毋是收拾，毋是捡起来的捡，捡囡仔的捡，咱讲华语讲做接生。鸡啊，若蹲去，一起一起，爱摕去互捡起，对吧？这就是讲，互伊变做有路用的，互伊变做应该有的，迄捡，牵捡。感谢你的牵捡，毋是你甲我捡起来的，感谢你的牵捡。捡拾，无等调尔，捡起来了，还佫放好，再捡拾。这捡是足接用的，迄个词牵涉足济。若要捡，还是啥物捡，上少1000条。这个捡字，即摆目前是用挑手平，倒平是挑手平，正平是来去的去。伊的文图音号做捡，白话音号做捡。本来意思是用手去甲伊摕起来，这里我差不多算接受啊啦。萧丁春老师这首诗内底描写的地花，也就是山地花。所以，今日邀请花草食物专家杜妙仪小姐为咱来介绍山地花的特色。讲到地花吼，大家拢会想到迄个小仲马，就是法国的迄个小说家小仲马，伊有上界有名的小说就是《茶花女》《地花女》，讲一个得到喜乐一个迄个美女伊的故事。地花伊有足侪色滴啦白色的是咱较常常看到的，而且白色的迄个茶花山茶花，包括伫迄个香奈儿可可香奈儿内底，伊嘛是用山茶花做伊的花的迄个意象啊。这个山茶花其实伫迄个西洋的文学内底常常会去用引用。地花伊足趣味的是讲，伊有足侪伊看伊分迄个单瓣跟副瓣的，就是讲伊是一瓣一瓣，还是讲足侪瓣呢做花。但是这种花的特色跟兰花无同款。你看这个地树这个山地花的地树这个花已经生去啊，伊袂落落来，伊拢搁伫咧树顶。你注意。但是这个兰花足奇怪，兰花伊的花若落落来，伊迄个花型拢无变。伊毋是讲等甲伊已经打起来，伊较落落来。伊是因为伊足幼的嘛伊迄接迄个叶脉足幼的，所以落落来到涂骹的时阵，你注意看兰花，伊的花型拢无变。但是地花伊已经生去啊，已经打去啊，伊佫无落落来，伊佫足固执的，佫伫迄树仔顶无落落来，所以这是足无共款的地花的特色啦。至于这个花当时到迄个冬天的时阵你会看伊的花苞已经孕育出来，已经长迄个花苞啊。但是这个花苞还未开花，迄个时阵拄好是冬天的时阵，所以有当时伊会冻伤，冻伤的冻伤去啊，伊这花就开不出来。所以有当时伊的花，伊的花期跟这个杜鹃花差不多啊。地花山地花是较大声，较杜鹃花嘛。伊拢共款一个特色，就是讲伊拢足介意迄种酸性的迄款土壤。土壤有分迄个碱性佮酸性的，伊较介意酸性的土壤。而酸性的土壤这个杜鹃佮地花拢发较好，较水啦。这你若准讲甲伊研究伊的土壤，伊是较偏酸性的土壤。天开规身百叶的白衣裳，做伊点点开，点点水。伊无教言语，假喙舌是假薄，颠倒是人教话，教话嘛顾花怨。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萧丁春老师写诗，杜妙仪小姐主题讲解，专门客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下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